Taste of fat. 頭30大成交股票由大至小以成交排列，最大成交股票排最下。今日上升只有5隻，下跌有25隻。如果再以收市升跌幅重新排列，最大升幅3隻股票分別係15303生製藥上升11.3%，1801信達生物上升7.8%，1299友邦保險上升3.1%。如果將收市升跌幅改成沽空比率，再以沽空比率大小重新排列，沽空比率最大3隻股票分別係3033南方恒生科技，沽空比率58.4%；7226XL2南方恒科，沽空比率57.4%；2828恒生中國企業，沽空比率40.2%。5天10天黃金和死亡交叉股票，黃金交叉股票有150隻，不過表格只會顯示最大成交頭20隻股票。死亡交叉股票有122隻。10天20天黃金和死亡交叉股票，黃金交叉股票有54隻。死亡交叉股票有62隻。20天50天黃金和死亡交叉股票，黃金交叉股票有24隻。死亡交叉股票有39隻。50天250天黃金和死亡交叉股票，黃金交叉股票有7隻。死亡交叉股票有6隻。5天10天指數平或移動平均線，黃金和死亡交叉嘅股票，黃金交叉股票有64隻，不過表格只會顯示最大成交頭20隻股票。死亡交叉股票有126隻。10天20天指數平或移動平均線，黃金和死亡交叉嘅股票，黃金交叉股票有25隻。死亡交叉股票有47隻。連升或連跌3日股票，成交要喺1000萬以上，連升3日股票有22隻。連跌3日股票有187隻，不過只會顯示最大跌幅頭30隻股票。保力加通道收窄並突破股票，出現通道收窄並向上突破股票有5隻。通道收窄並向下突破股票有28隻。平均線多頭空頭排列股票，出現平均線多頭排列有股票28隻，不過表格只會顯示最大成交頭30隻股票。出現平均線空頭排列有股票17隻。MACD 日線強勢或弱勢股票，出現 MACD 日線強勢信號有股票3隻。MACD 日線弱勢信號有股票14隻。今日係交易週末，5週10週移動平均線，黃金和死亡交叉嘅股票，黃金交叉股票有47隻，不過表格只會顯示最大成交頭20隻股票。死亡交叉股票有30隻。10週20週移動平均線，黃金和死亡交叉嘅股票，黃金交叉股票有8隻。死亡交叉股票有23隻。5週10週指數平或移動平均線，黃金和死亡交叉嘅股票，黃金交叉股票有22隻，不過表格只會顯示最大成交頭20隻股票。死亡交叉股票有48隻。
本周最大升跌幅股票，成交要喺1000萬以上。本周最大升幅股票，本周最大跌幅股票。周線保力加通道收窄並突破股票，出現通道收窄並向上突破股票有30隻。通道收窄並向下突破股票有22隻。MACD 周線轉強或轉弱股票，今個星期冇出現 MACD 周線轉強信號股票。MACD 周線轉弱信號有股票44隻，不過表格只會顯示最大成交頭30隻股票。MACD 周線強勢或弱勢股票，出現 MACD 周線強勢信號有股票7隻。MACD 周線弱勢信號有股票3隻。TasteFact 第3部分股票表現已經完結，最後為港股通分析，會喺清晨2點前上線。如果有興趣，歡迎繼續收看。TasteFact